小心
谢谢。
有这个比赛，这个比赛也是我们第一届的表演。这个比赛呢，就是全球首创的创意宋江健康瘦身汤，叫做什么呢？叫做宋江很汤。现场朋友们，你们已经报名了吗？宋江很汤的时候，在1月6日我的10月份。如果假设没
上又要再转回来到我们今天进入决赛的现场了。那么今天呢，我们进入决赛的队伍总共有8支，一直比赛到刚刚为止呢，我们的赛程呢大概只进入到一半，所以呢，希望现场的朋友们今天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大家来观赛，虽然你们的心情是紧张的，也或许是轻松的，但是希望大家在见证到我们全国有这么多的高中职以及大专院校的年轻朋友们，借着这个创意宋江阵头的大赛，能够凝聚向心力，让文化传承越来越好。所以接着下来，我们马上欢迎实践大学出场。现在实践大学看到的实践大学宋江镇呢，为大家介绍他们创立已经超过有10年的时间，而且呢，这个团比较特别的，他们是女生的成员比较多，是创意阵头发展的先锋。那么实践大学呢，他们成立宋江镇发展的同时呢，也是希望将古术古艺旗帜融入在其中，也希望呢现场展现的刚柔并济的精神，可以让大家见证到勇气创新、翻转狂潮的力量。那么同时呢，他们也希望今天到南部来参赛呢，以后有时间跟机会的话，可以把他们学校的宋江精神发扬光大到世界每一个地方。那么我们知道呢，每一个学校它在比赛的过程当中呢，大家都竭尽心力。那么在过程当中，不管是怎么辛苦，总是希望呢，在最后的这一刻呢，可以让所有观众朋友们屏气凝神，能够见证到他们最努力、最认真的一刻，那样子这一刻就非常值得了。我们希望每一支参赛的队伍呢，胜不骄，败不馁。哈，今年不管呢名次如何，当然是最佳的名次。那么呢，如果每一年大家呢都有非常创新的一个表现的手法，其实对学校来说也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那么在这当中，我们也辛苦的谢谢每一个学校辛苦的指导老师，因为他们不仅是在武术方面，在文化方面，在创新方面呢，都需要绞尽心力做最大的指导。那么今天下午呢，我们整个参赛团队，也就是决赛完毕之后呢，将会转到第2个现场来进行我们的颁奖典礼。那么同时待会儿在3点，我们有中天39频道的现场直播。现场的朋友，现在请各位与我们一起静心以待。混沌阴阳化天地，太极八卦成江势。